행계 공감사. 大家好， 디링안주 럽전 중립아. 전부를 되버십티 책이.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第12课住宿。谈到住宿，当您到外地去出差或者旅游时，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住宿问题。那么在西藏也不例外。下面由我和边巴老师给大家教一些到西藏以后如何用藏语去表达有关住宿方面的句式。当您到了一个宾馆或者旅馆时，你首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请问还有房间吗？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 根据需求，康巴、东巴、云南，请问还有房间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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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要问房间的价钱了，多少钱一晚上呢？孔目、记了、卡了、卡最热。广目、记了、卡拉、卡最热，多少钱一晚上？孔目、记了、卡了、卡最热，多少钱一晚上？ 广目、记了、卡拉、卡最热，多少钱一晚上？广目、记了、卡了、卡最热，多少钱一晚上？ 那么房间的价钱确定下来了以后，我准备要一个单人房间。我要一个单人房间，用藏语应该怎么表达？ 俺俩密集对塞看不起鬼，我要一个单人房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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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间里有些什么？应该怎么说呢？康贝囊啦，卡里卡里有热。康别囊了，卡日卡日有热。房间里有些什么？康贝囊啦，卡里卡里有热。房间里有些什么？康贝囊啦，卡里卡里有热。房间里有些什么？当您知道了房间里有些什么，你就确定的告诉房东你要住几天。那么我准备住3天，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啊，你们孙对子语，我准备住3天。啊，你们松对子语，我准备住3天。啊，你们松对子语，我准备住3天。啊，你们松对子语，我准备住3天。啊，你们孙对子语，我准备住3天。请帮我提一下行李，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你多吃开罗南糖，帮我拿下行李。你多吃开若南糖，请帮我提一下行李。你多吃开若南糖，请帮我提一下行李。你多吃开若南糖，请帮我提一下行李。你多吃开罗南糖，请帮我提一下行李。顺便，您还可以问一下服务员，洗澡的地方远吗？宿部就是他人部要这边，洗澡的地方远吗？宿部住宿他人部
有时别。洗澡的地方远吗？ 宿部注释他人不有日别。洗澡的地方远吗？ 宿部注释他人不有时别。洗澡的地方远吗？宿部注释他人不有时别。洗澡的地方远吗？同时你也可以问一下有没有理发店。那么我要去理发，用藏语应该怎么说？我这下个这个月我要去理个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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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也可以问一下服务员邮电局在哪里。那么我要到邮电局去寄钱，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我查看了我估个这个月我要去邮局寄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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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已经很麻烦服务员了，那么最后我想说，你们的服务态度很好，谢谢。这个用藏语怎么说？ 개최 셉슈 넘기로 하자 야오도 개최로 하자 투지치 슈기。 你们的服务态度很好，非常感谢你们。 개최 셉슈 넘기로 하자 야오도 개최로 하자 투지치 슈기。 你们的服务态度很好，非常感谢你们。 개최 셉슈 넘기로 하자 야오도 개최로 하자 투지치 슈기。 你们的服务态度很好，非常感谢你们。前面我们学习了有关住宿方面的主要句式，那么根据课文内容，下面让我们来做一下替换练习。下面我们对重点句型做替换练习。第一个句型是我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里指房间。我俩卡着卡着几个。比如我要一个双人间。我俩mini对塞看不几个。我要一个双人间。我俩mini对塞看不几个。我要一个双人间。比如我要一个三人间。我俩미숨对塞看不几个。我要一个三人间。我俩미숨对塞看不几个。我要一个三人间。比如我要一个单间。我俩미직对塞看不几个。我要一个单人间。我俩미직对塞看不几个。我要一个单人间。比如我要一个带卫生间的房间。我俩脏着看预备看不几个。我要一个带卫生间的房间。我俩脏着看预备看不几个。我要一个带卫生间的房间。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二种句型。第二种句型是房间里有什么什么什么，康边拿了卡着卡着有谁？比如房间里有电话。康边拿了卡巴有谁？房间里有电话。康边拿了卡巴有谁？房间里有电话。
比如房间里有电视机。康贝囊了，年轻表示房间里有电视机。康别囊了，年轻表示房间里有电视机。房间里有热水器。康贝囊了，出差不水呀，表示房间里有热水器。康别囊了，出差不水呀，表示房间里有热水器。房间里有衣柜。康贝囊了，土落下色，恰刚表示房间里有衣柜。康别囊了，土落下色，恰刚表示房间里有衣柜。房间里有洗澡间。康贝囊了，素不注释表示房间里有洗澡间。康别囊了，素不注释表示房间里有洗澡间。我们来学习第三种句型。第三种句型是你们的什么什么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카리카리 하자야고도 키에소로 토지시 슈기인。比如你们的饭菜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칼라 하자야고도 키에소로 토지시 슈기인。你们的饭菜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칼라 하자야고도 키에소로 토지시 슈기인。你们的饭菜很好，感谢你们。你们的房间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강바 하자야고도 키에소로 토지시 슈기인。你们的房间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강바 하자야고도 키에소로 토지시 슈기인。你们的房间很好，感谢你们。你们的服务员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섭슈화 하자야고도 키에소로 토지시 슈기인。你们的服务员很好，感谢你们。키랑츠 섭슈화 하자야고도 키에소로 토지시 슈기인。你们的服务员很好，感谢你们。